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过车五 M 新闻》，我是嘉豪。今欢迎下面到处带头先就来报现在。华航有一位副技师去向逼出讲，去年期间检疫的时阵偷走出去运动，自主健康管理，却阁偷走出去设计，华航紧也要甲伊处理。中国开始逐步发现疫苗，中国政府也甲台商列在内。虽然台商协会有讲真侪人报名，不过陆委会也提醒讲，要注意风险。解放美国猪肉进口了后，有火锅店卖台湾猪肉变更较贵，要稽查人员去素食店要求店家就要证明肉片来源。华航有一位副技师去向检举讲，伊伫去年有一摆居家检疫时阵偷走出去拍高尔夫，有一届自主健康管理的时阵偷走出去射击。华航今日也表示讲，确实有这件代志，上当的处罚有可能会甲伊死头路。指挥中心表示讲，因为这个案件发生伫去年，今年才施行的机组员管理办法是袂当追究因过发生的代志，一切也尊重华航决定。国际航空阁传出有机组员违反防疫规定，华航车五证实。因的一个货机的副技师，去年11月13半暝1点54分到台湾，原底爱居家检疫3天，不过11月15，伊煞偷走出门违反规定。另外，伊为安克拉治飞台北货机的任务，12月22日中昼12点47分到台湾了后，有完成3天的居家检疫。不过，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间，有去人较侪所在。那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呢，当时是这个机组人员的这个健康管理的部分，是让航空公司进行这个人员的健康的管理、检疫的规定啊，这些的话是由航空公司去做内部的惩处。指挥中心讲，这个案件发生伫去年，无适合用1月7日实施的新版机组员管理办法，而且会尊重华航的决定。华航表示，当事人已经认错，嘛会失礼，愿意接受处分，接落来调开人品会议，情形若严重的会停职，甚至是甲死头路。也若技术工会认为少数的个案，隶属其他有配合的机组员，因原本的拍拼拢乌有去，感觉真遗憾。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觉得很遗憾，但是公司有它的处理程序，只要秉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我们也是会给予支持的。工会讲1月7日开始，检疫变甲更较严格，伫外站旅馆袂当出门。等来台湾了后，爱居家检疫7天，接落来7天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间，禁止坐大众运输工具，嘛禁止去人较侪所在等等的规定，互因压力变较大，家庭的关系嘛受到影响。上班，然后到外站的关饭店，然后回到台湾关居家检疫住所，然后再继续上班，然后再关饭店，再回来关检疫住所。像我前几天，小朋友冬天到了，衣服穿不下了，然后我先生带小孩出去卖场买衣服。工会表示，机组员压力大，佮兼顾家庭的生活。工会目前当伫甲国际航空参详，希望透过排班的安排，若过一段时间，就会当互机组员几啊天啊自由的时间，会当消透压力，安尼对飞行的安全嘛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咱民众对卫生观念拢真好。不过，疾管署伫今公布国内头一站，因为流行感冒连带变重症的病例，是一位无注流感疫苗77岁阿嬷。另外，指挥中心为着要防止变种病毒入侵台湾，对正过15开始，居家检疫空间就要一人一户，防疫旅馆的房间数量也会对日增加。最近天气真寒，国内又出现第一例流感并发重症病例，是住伫北部77岁女性，去年12月底带去，确诊是 A 型流感 H3N2，这是历年流感季节以来上班出现的重症个案。今年第一例的这个流感重症个案，他是一个居住在北部的77岁的一个长者，那他是没有接种过本流感季的疫苗。另外，高雄一个托婴中心也发生流感群聚事件，有5个人有症状，其中有婴幼儿甲护理人员。疾管署表示，今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民众大部分有保持防疫新生活，啊，不过社区依然有难产流感病毒，民众爱在过来洗手、挂嘴安，为防止新冠变种病毒，为1月15开始，等下台湾的居家检疫爱一人一户，加上接近春节防疫旅馆大补满。指挥中心表示，已经请观光局协助增加房间的数量。目前有关各县市它的这个订房率哦，那公安局都已经了解哦，那他们也正在积极请各县市在邀请业者这个加入这个防疫旅馆的一个部分。新冠肺炎疫情部分，国内各新增加2例境外移植病例，拢是本国籍，也拢是美国入境。国家检疫期间发病确诊，进前越南发现一例，好亲像是台湾输出确诊个案。个案离开台湾进前接触者扩大列出9个人爱采检，7人核酸检测阴性，还有2人要来等采检。记者综合报道。
日本看线，咱来看到中国去。中国也开始做武汉肺炎的疫苗吧，甚至伫中国的台湾人也封列做大商注的对象。厦门大商协会也接到中国政府的通知，开放大商去登记，讲是有真侪人去报名。不过，陆委会也提醒讲，要注意中国疫苗可能会出现风险。另外，中国的本土病例也是大大增加，北京也开始进行健康管理的措施。中国新冠疫苗开始做，除了9个重点注射对象，也有包括伫中国的台湾人。厦门大商协会接到通知，初时开始有意愿的台湾人会当来登记。大商协会规工电话严袂停，拢是来问疫苗，可能是因为农历春节搁要到啊，拢渴望会当注疫苗来缩短来回两环的隔离时间。或许台湾相关部门他不予承认，会有疑虑，那我们都可以理解，在大陆生活发展的台商共同的心声啊。厦门大商协会会长吴家莹认可，厦门市政府伫疫苗有限的情形之下，优先满足台湾人需求的作为。但陆委会提醒，也是要注意中国疫苗的风险，佮呼吁中国莫给台湾人来做测验，和中国各大班批评是调故意的抹黑。陆委会嘛重申，疫苗使用是医学专业事务，必须要谨慎看待。我们希望陆方不要再将防疫事务与政治宣传挂钩，并借故批评我方，应该依照严谨的科学程序防疫，疫苗相关的资讯公开透明，才是维护人民健康安全的不二做法。中国疫情继续伫升悬，初时新增加16件境外确诊病例，本土病例有17例，其中14例拢来自河北，嘛有河北真侪地区宣布进入了战时状态，有4个区域调整是中风险地区，有的庄仔是围起无要互外地人入去。河北大学也有秦皇岛规市所有的幼稚园是提早伫初5开始放寒假，首都北京更加是严阵以待。为切实防范超长潜伏期感染者所引发的疫情风险，确保首都防疫安全，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决定，对入境进京人员实施14+7健康管理措施。因为有未少病例是伫结束14天隔离期了后出现，北京决定严格管理防疫措施，实施14+7，风岛疫情搁再压开。记者郭灿台北有综合报道。讲到台湾开放美国猪肉进口了后，也让台湾猪肉的数据量变侪，连带影响到台湾猪肉价销有起。即民众伫新北市食火锅，想讲要经台湾猪肉来食，却发现讲着爱加钱。民众认为讲安尼做是无合理的。业者早起也出面驳回讲，强调讲因的猪肉拢是对西班牙、英国进口的，目前是加一个台湾猪的选项。消保官去调查了后，初步认定讲业者无乱划价情形。天气一日冷，来一碗烧乎乎的咸火锅，规个身躯拢烧起来，这是真侪民众的选择。不过新北市真出名的连锁平价咸火锅，互民众发现讲，伫内地开放进口了后，想要食国产猪都要加钱，认为无合理。看新版的菜单，部分品项确实是写要换台湾本土认证的3层肉，都要加30至60的金额。我们原本就是用进口猪来做料理的，这样。那台湾猪是多一个品项，然后多增加一些让你选项的东西。那原则上的话，我们台湾猪会比较贵一点，成本会比较高一点。那跟进口猪有差别，会差到60到70上下的比例这样子。业者赶紧澄清，强调店内原本拢是使用西班牙、英国的进口猪肉，因应着内地进口，提早伫去年12月初10增加国产猪的选项，互消费者加一个选择。也讲原来品项拢维持原价。互人趁机会起价，其实店内壁顶也拢有讲过，国产猪是新增加的品项。对这件代志，新北市消保官也经过查访了后，初步判断业者无法官不价。它不算涨价，因为民众有顾虑，怕进口猪肉可能会有莱克多巴胺，所以他们就提出一个台湾猪肉的选项。因为内地开放进口，也带动国产猪肉需求增加。经过农委会统计，全台湾猪仔的拍卖价，12月281公斤平均是68块76，到翻转年1月初21公斤平均价是75块01，1月初41公斤平均价也阁是72.72块。农委会表示，目前猪肉价销也是伫正常的范围内，年节期间猪肉消费需求增加，猪肉价销会随时变动。目前猪肉的来源供应充足。记者综合报道。
开放美国猪肉了后，地方政府也开始调查肉品来源。在台中就发生一件也好气也好笑的代志，就是有稽查警官去到卖素食的店家调查，问因讲为什么无要标示肉品来源呢？作害素食店家是不傻傻。台中市政府也驳回讲，这是一桩误会啦。汉堡排甲热狗增加胖公公，加酱料甲青菜，餐点都用真道路，啊，毋过食拢是素的，是不是请民众试食，口感甲粗的真是真同。它这个素肉的感觉啦，也蛮好吃的啦。啊，因为现在人都很怕嘛，很怕就是说会有那种进口的那个来猪啊。唔知是毋是心血亲像粗的，互卫生局稽查人员也无唔着气。有素食业者伫网络写讲，去年12月底甲今年1月初，台中市卫生局稽查人员2摆到店内底宣导要求标示肉品是毋是台湾猪肉。被误认，我觉得算是蛮正常的啦。可能卫生局那边他也没有标示说我们是一个素食店，所以就是沿街访。对啊，他会用一些看起来像荤的菜单这样。对。但是因为本来就知道这间是素的。内地开放进口了后，台中市长罗秀贤亲身稽查，坚持零检出。啊，不过针对为什么去素的餐饮店宣导，台中市卫生局解释完全是误会。针对无产地标章的，拢会去问。没有特别说是哪个但是做过了以后，我们就会登录，问过以后，他说没有就没有，然后我们会看他的标章啊等等的，可能是那家店刚好也没有标章啦，所以同仁才会主动的来询问。台中市卫生局表示，为去年10月开始，就陆续对每一个场所甲业者宣导，尤其对餐饮集中的所在，以扫街方式宣导。甲即马完成21000多间，因为业务量真大，以外观来看也真难判断是素的，会搁较细致，避免店家困扰。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苏贞昌今日去到桃园大溪国小灶骹，看因采用台湾食材进行。苏贞昌也强调讲，开放美国猪肉进口，中央有规套机制替民众看顾。国民党这边是宣布讲要进行反对3百种猪肉的公投案第2阶段人事。手机扫描标章完成，应用午餐食材定录，会当知影来源。行政院长苏贞昌初5到大溪国小去访视共产食材，需要 CAS 邮寄甲产销日的标章以及 QR code， 清楚知影规个农产品的来源。苏贞昌也强调，对于进口猪肉会建立规套的机制，严格管制。不但是食药署，就所有的进口猪肉都严格的查它的品质。内涵，并且财政部的海关把关，还有农委会的黄检局一起一律采用国产的这些肉品，包含加工再制品。另外呢，也一直以优先使用国产的这些农产品啊。针对内地议题，进前捌表示标准蛋以下将对健康影响无大的前中央研究院长李婉铁，初5受访的时阵也强调食品安全检查的重要性。我想我们吃的东西啊，很多都是不卫生的，不只是来猪在某一个限度之下，应该是没问题的。出东西是死亡的过程，但是我们不能不吃啊，所以要小心就是了。国民党反内地将这选举转到全民公投，初5宣布正式展开反内地公投第2阶段成案人数。很遗憾，我们没有办法在立法院挡住。那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用公投，然后把莱猪赶出台湾了。国民党表示，未来礼拜6会在路口菜市啊设联署点，规划举办大型活动宣传，目标是3月2日进行，收集超过50万份联署书。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靠岸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伫今宣布讲，虽然桃园的石门水库落雨天有甲水欠一寡起来，不过也是无够予全区的农地使用。今年的早冬潮啊，桃园第3分区以外所在，大约是28000公顷，拢停止引产压水，农民每公顷上悬会当摕到93000块的补偿。桃园的石门水库因为最近落雨，搁加上升水，储水量小可回升到1.3万亿吨，由于无够供应全区灌溉需要1.6亿吨的水，所以旱灾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宣布，今年一期调做桃园石门5分区有4区差不多2.7万公顷的农产，决定停灌，只有已经停灌2期的桃园第3分区7774公顷，采取节约用灌。考量这样的一个公平性，我们今年一起做就实施灌溉。
不过因继续建造的桃山管区无完全用石门水开水，水利署也调度抽水机协助农民抽鼻塘溪水甲开吸排水这水源。另外，农委会也将桃山管区的建造延后3礼拜，互几个月了后的抽抽水机上需要用水的时阵，迎接着雨季。它在抽水期的时候是进到我们所谓的梅雨季节，希望说在那个时间点能够有雨水的滋润的时候，那相对的对于水库的水情的压力也不会那么大。不过，知影所属的管区以及调组确定停管，桃园农民也是真不满，因为都要连续2期休耕，为人大耕25公顷的农民讲，损失是有够惨。一期依我自己如果没耕作，它等于是你缺少100多万的收入啊，几乎是半年没有工作了啦。然后你说另觅水源或是怎么样的，这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很多农民贷款买了车子，也没办法去缴这个贷款，对不对？说补助我们多少钱，我们根本都也是收惠不大。另外，桃园天管补偿上悬是每公顷9.3万，计标中为7月开始实施减量供水的甘式订户，一个月用水量超过1000度的工业大户爱省水7%，非工业用水大户，比如游泳池、洗车、三温暖等爱省水10%，看水情状况增加到20%。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有真侪违规，而且是算日租的套房。不过最近业者却伫网络顶头招一寡需要居家检疫的人客。台中市观光局表示，目前已经接到17件检举，5件有罚钱，也会加强来稽查。台中市政府也提醒民众，若准有需要，一定要爱经合法的。稽查人员来到一间位于台中市区的违法自住套房，为阳台探头的住客都是业者违法收租，会局也来进行地处检疫的民众。你找你是在住户吗？你是隔离者、居家检疫者，请问一下你哪时候入住的？12月20。另外，这间同款位置市区的自住处，也向检举收1名地处检疫者，2间业者毋但违法经营自住套房，也提供予地处检疫者大，分别向以违反法定观光条例，各裁罚20万甲10万罚款。另外，会当以传染病防治法相关裁罚15000块。价格优惠的话呢，就是因为它缺乏这一些设备，所以还是要慎选合法旅宿，这是最重要的。网页广告一拍开，袂少自住套房。用居家检疫住所，也有帮行介绍。台中市管理局指出，合法的居家检疫替代所未公开看广告。去年接到民众检举，将自住处提供做居家检疫所的有17件，已经开罚5件。这寡违法业者，大多数拢集中伫西屯、北屯等相关附近，也互附近的民众真烦恼。像我们今天只是出来吃个早餐，就没有戴口罩。那这样的话，如果我们遇到了，那是不是我们也是有一点危险？目前无法度处理违法业者回应。台中市府表示，目前25间合法检疫旅馆会当提供大约1500间房间，刷落来农历春节就要到啊，有个会有7-8成的入住率，也会机动调度准备的200间房间。民政局表示，目前居家检疫替代所入住率大约5成，量能绝对有够。那个时候可能会。学生会少一点，不一定哈。那其实我们这几个3种替代所还是可以通用的。台中市府强调，回国民众若讲有需求，会当卡1999，也是向民政局咨询。有合法业者指出，不少民众拢会提早伫2月初解除地处检疫，1月份需求较大，呼吁回国的民众应该选择合法检疫处所，避免造成防疫的空棚。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市有95间防疫旅馆，拢总有6475间检疫房间。也因为过年特别到啊，等来到台湾过年的民众会增加。台北市也宣布讲，对正月11到28，台北市的防疫旅馆敢若开放予台北市民使用。因为今年29暝是新历2月11，民众若准备东港围炉食团圆饭，上晚28就爱带入去防疫旅馆内面。台中市的防疫旅馆本体就是限制台中市民才会当使用。目前是有1500间的房间，目前的使用量是到一半差不多。高雄市的部分是以高雄市民为主，有4000间房间。各县市也因为过年的需求，也当咧安排新的厂商来加入防疫旅馆。
伫咧花莲的东大门夜市附近的石家大街，目前是正咧整修，边仔也就是正咧修复的历史建筑花莲旧铁路病院。不过今仔日我到的时阵，石家大街却熊熊大火，全部拢是茶甲铁片起的，火势是真猛，一声就真大，好佳在是无人受伤。花莲东大门附近的石家大街，伫要到的时阵发生火灾，现场规个拢是烟。 几个单位拢受到牵连，有一寡所在甚至烧到干那剩几棍尔。一个老旧建筑都是铁皮平房，所以那个火势很快就蔓延了。那目前初估现场燃烧面积约100平，那没有人员受伤受困，是因为疑似施工不慎引起的。我食饭啊，咱看到烟的时候，我开始起哦。警消接到通报，赶去现场支援，初步判定是因为现场施工的关系，加在无人员受伤或者是死亡。目前当地除了咧做商店街的医护以外，还佫有历史建物花莲旧铁路病院的修复。这间病院伫日本时代起的，1940年迁徙到即嘛这个所在。1983年病院休困了后，就无伫咧使用。2003年政府甲组起来，规划做石家大街。目前有几10间业者伫遮摆摊。因若这间建物伫咧2009年公告是历史建筑，即个火灾炭烧的范围是历史建筑的增建区。后手会由台铁局甲施工的厂商来协调赔偿的责任。公字形日式建筑的后方的增建区域，虽然它也是我们的历史建筑的本体，但后面的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它这边经过多次的改建，烧毁的部分，我们就会再请我们台铁的这边跟我们的施工单位再进行记录。台铁局讲，这个火灾并无影响到历史建物，以家庭契约的规定，会由施工的厂商来办理保险。目前财务损失的状况还佫伫咧调查当中。毁损的建物，目前评估是伫咧修复的范围内底，已经请设计单位来看要安怎修复，后手会以停书保准施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全世界疫情。英国的疫情是继续伫咧增加，因一日的确诊人数已经连续7天，每天拢超过5万人染病。为着要防止病毒传开，英格兰甲苏格兰宣布讲，对初5透早开始实行全境封锁。这也是自去年3月头一批疫情以来，英国第3届实行封城。英国疫情愈来愈严重，半夜人数一直增加，医疗物资嘛未临21天内就会无够的危机，而且变种病毒株传了真紧，致使英国首相宣布封城令，为初5饭店開始實施。In England alone, the number of COVID patients in hospitals has increased by nearly a third in the last week to almost 27,000, and that number is 40% higher than the first peak in April. On the 29th of December, more than 80,000 people tested positive for COVID across the UK. 這段期間，非必要的店頭愛關起來，學校嘛全部改用遠距離上課。因為今年熱天的會考，嘛有可能會取消，改做其他代替方案。全英格蘭上緊愛到2月中，才有可能會解除封城。We have decided to introduce from midnight tonight for the duration of January a legal requirement to stay at home except for essential purposes. This is similar to the lockdown of March last year. 蘇格蘭地區嘛，伫咧進前宣布封城，學校延到2月份開學。這是從去年3月份頭一波疫情以來，大不列顛第3屆進入全境封鎖。不過，唯一一個例外是英格蘭卡球超級聯賽。雖然這個比賽因為疫情暫停超過3個月，頂個月底還佫傳出球隊有18個人確診。不過，在這個封城的情形之下，比賽還是照常舉行。一個82歲西柚子的患者，大清子猶豫丁大學甲阿斯特捷利康藥廠共同研發的疫苗，成做全球頭一個注這個疫苗的人。英國講，目前這個注疫苗的計劃已經注超過100萬劑。那照目前的進度，可能在2月中優先注疫苗的4大族群，就會當攏注到第1劑。公視新聞王碧文編譯。講到美國疫情是同款嚴重，一日增加21萬個確診病例，超過1300人死亡。過去一禮拜內，一天就死2600多人，等於是33秒就一個人染病來過往。紐約州長為着要讓更加多人注到疫苗，建議來處罰無達到注射量的病院。
美国疫情严重，累计确诊突破2084万，超过35.3万人死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初四一天新增21万多确诊，1394人死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过去一礼拜平均每天死亡人数达到2637人，也就是33秒到一个人着病死亡。加州州长纽森表示，过去14天有约4000加州人死亡。随着新年假期群聚增加，数字也会更加升悬。The last 14 days, close to 4,000 Californians have lost their lives. This is a deadly disease. This is a deadly pandemic. Well, we anticipate the surge on top of a surge. It's going to put a lot of pressure on hospitals and ICUs coming out of the holidays. 加州圣荷西医学中心发生予人意外的群聚感染悲剧，一名员工伫去年元旦节为要提振工作情绪，穿官方的便装衫，短暂入去急诊室，结果科技术安尼透过空气传播病毒，造成44名员工着病，其中一人不幸死亡。病院资深副总裁查韦斯表示，这套即刻用的便装衫事先并无得到院方稳准进入，疫情继续失控，驻疫苗作业像咧甲死神走小了。经过头一回驻辉瑞疫苗的纽约护理师林赛，测试驻第二期，算是完成注射停书。Message is still that of hope. The initial study was done using two doses of the vaccine. So I feel like I've completed kind of the marathon. I've closed the loop. 美国疾管甲预防中心测试表示，全美国目前发放大约1540万剂疫苗，却只有450万人注第一剂，进度落后，进前的有期。要达到群体免疫，也会等几个月。为要加速注射速度，纽约州长古莫警告州内病院，一礼拜内若讲无注完第一剂疫苗，将对因开发并且检测疫苗配给。非洲州长迪桑特同款也表示，若讲病院注射进度慢，疫苗配给将转向其他执行力较好的院所。Any provider who does not use the vaccine could be fined up to $100,000. Going forward, they have to use the allocation within 7 days. Otherwise, they can be removed from future distribution. 伫这个同时，纽约州内也头一摆发现传染力更较强的 B.1.1.7英国变种病毒患者是一名大约60岁查甫人。最近无旅游史代表已经出现社区传播。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美国纽约证交所去年底才拄宣布要甲中国3大电信商落市，结果初时却雄雄宣布取消。另外，阿里巴巴集团的创办人马云自从去年批评中国金融监管体制了后，害到相关的企业受人调查。马云本人也已经消失2个月过，也引起外界关注。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去年11月份无参加因公司下底的公益基金会做的实景秀，而且第2届非洲创业者的决赛，以前第1季就是评审之一。几个礼拜之前，还佫伫咧微博发文，讲真期待看到参赛者。不过，煞为10月中开始，都无佫铺新的文章。阿里巴巴发言人敢若讲，行程有去抢到，所以马云才无做评审。马云2个月拢无公开出现，行踪受到关注。去年10月份，马云伫上海外滩金融峰会批评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得失到政府了后，就陷入风波。上大规模的蚂蚁金服 IPO， 上市进程煞雄雄冻点。就算马云提出分割蚂蚁集团，甚至部分移交予政府，拢无较抓。刷落来，阿里巴巴甲蚂蚁集团就连刷去予中国政府调查监管。马云为靠双手出来拍天下的模范，雄雄红变做邪恶的资本家，资产减真济。英国法国媒体报道，马云批评政府了后，失去地位佮失踪。咱若《华尔街日报》是讲北京要缩小马云商业帝国的规模，分析中国其他的科技投资公司嘛拢闪袂过政府的监管。不过目前马云并无任何法律案调查，或者是开除党籍等等的处分。另外，美国纽约证交所去年12月31日捌发声明，会展开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甲中国联通落市的停事。不过，初时佫发声明，根据甲相关监管部门的协商，决定袂佫推动这3间电信公司落市。中方坚决地反对美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滥用国家力量、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无端地打压中国的企业。伫纽约证交所取消落市的行动进程，
中国阁一改批评美国用政治来解决经济贸易的问题。美国总统川普去年11月份颁布行政命令，禁止美国国民甲企业投资华府认定是中国军方的，或者是受中国军方控制的中国企业。12月28日，还强化行政命令。财政部表示，所有中国军工企业下底的公司，甲有军工企业证券的基金，拢伫这个限制内底。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英国离开欧盟了后，问题也开始出现啊！亲像伫咧西班牙英国人，因为纪律文件失效，甚至本地英国有一个正无用的港口，正是零零清清，是因为所有物件要入去，拢爱申请报关。今年69岁，英国公民穆迪甲伊翁婿调伫伦敦希斯罗机场，因想要转去西班牙马德里的厝，却无法度转去。 We've arrived here at the airport today, told we are not allowed to fly because we've got the wrong residency card. They're saying no, you have to have the TIE card. Absolutely gutted because my husband's not well. 英国甲西班牙车衫拢表示，持有西班牙合法有绿色17码的居留证有缘有效。也毋过，英国航空甲西班牙国家航空过去2天有缘拒绝相关旅客登机。英国驻马德里大使馆甲西班牙外交部证实，有少部分的旅客因为甲部分航空公司沟通不良，也毋过状况已经排除啊。英国脱欧了后，英国人就无法度讲歹去歹影，讲行就行，汇报运输也爱照规矩来。平时也上无用的英国都佛港，元旦过了后的第一个上班日限制凌晨，货物拢爱申报了后才当通关。当地居民表示，也是较惯是看到以往混乱的景象。法国巴黎西边的一座超市，平常时总是会当看到英国小卖商玛莎百货的新鲜色的食材，冷冻披萨等铺货上架。也毋过，即马货架也是空的。伫比利时泽布吕克港也准备2套通关系统应用。Today and tomorrow we have only 30% of our maximum capacity in the harbor. That's only what we have in the first days of the year. So this will increase. Next 14 days, if we go from 30 to 60 to 70 to 80%, we will really learn how the systems are holding and how the people are prepared. 英国脱欧就离开欧盟的关税同盟甲单一市场，货品爱完成申报才会当通关。两边公民伫旅行、移民、保险甲生活方面，伫加一寡文件作业定数之下，也需要加一寡时间重新适应。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宜兰所有有一只走远洋的渔船英鲁兴18号，伫太平洋的中途岛附近失踪。船顶有一个台湾船长甲9个外籍船员。台湾有请美国迄边的搜救中心协助，因后派出无人机去敲找。根据着无人机翕到相片，讲顶头介像是无人伫咧活动啊。所有一远洋渔船英鲁兴18号，去年9月26出海，伫12月30，因为家庭联络袂到船长，报案登记协船，地点就伫太平洋中途岛东北福士连。船顶有10个人，除了船长是台湾籍，其他9个人拢是外籍渔工。国搜中心请美国派遣无人机前往搜索救援。我们在第一时间已经掌握到了相关的这个情形哦，我方与美方相关单位保持持续联系当中。1月1号的晚上就已经搜寻到这艘船，但是这艘船上它的这个没有晚上的时候是没有开灯，而且呼叫没有回应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定义机它没有办法来搜救那但是他们就持续不断的去做这样的一个搜寻。英鲁兴18号失联飞地，就伫中途岛东北方606里。由美国檀香山搜救协调中心负责。根据美国翕的相片，船体倒边有毁损，也毋过无发现船顶有人员活动，还是救生艇。因为海象无好，美国无法度上船。船桥附近咱国籍4架游船前往搜寻，内底状况也无清楚。已经迄个大公厝拢伫左边用弄一个头前拢塌落去。是。塌落了后，内底咱人什么款状况拢也唔知啊。因为英鲁兴18号离台湾大约3000里，海巡署考虑暂时无派遣船只前往救援。
业署是请附近作业的经庆户66号前往查看，也毋过海象无好，迄阵暂时无法度靠近较近。根据了解，经庆户66号离永路县18号大约80里，但海象转好，将随时准备前往查看状况。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的性别平等处今发布2021年性别图像，讲到咱台湾性别平等的表现是全世界排第6，亚洲排第1。其中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25岁到29岁是赢过日本甲韩国，不过中国连过后却是减少真济。就团体表示讲，是因为台湾人抑阁停伫咧认为女性就要照顾时代甲家庭这款未进步的观念。行政院性别平等处7月发布2021年性别图像，依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上新的性别不平等指数，以城市健康、福权甲劳动市场等3领域5指标，台湾性别平等表现比前一年进步3名，加做全球第6，佮赢过日本、韩国是亚洲第1。我觉得现在刻板印象已经算是比较不会，因为现在很多女性也是很优秀的，特别是在育儿这一块，像现在很多百货公司它都会有男生的化妆师也会有尿布台什么的，我觉得这一块是有感觉得到。伫权力、决策甲影响力部分，台湾女性立法委员比率超过40%，伫主要国家女性国会议员比率排名第23，也是亚洲第1。女性担任地方首长甲民意代表比率也提悬。女性教育程度、经济自主意识提悬。台湾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伫25到29岁上济，赢过日本、韩国、美国。不过数据显示，伫50岁了后，中高龄女性劳动力下降真紧，二度就业是真困难。30岁的时候可能是结婚生小孩，那很多女性可能因此就离职。那或者是说在40-50岁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家中的长辈需要照顾，所以她又再次的离开职场。这个育儿或是这个长照的这个部分，就是照顾的责任政府来做一个可以负担，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鼓励男性参与家务，包括照顾责任这个部分。愈来愈侪男性分担育儿工作，也反映在数据上，男性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比例近5年每年增加。人身安全甲司法有超过80%女性是性侵害事件通报人。依照性别工作平等法，受理申请人数女性占8%，男女比例差真济。用网络性骚扰比例有相关现象，也要较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上界好就是有健保，全面健保已经办25档啊。健保署为着要让健保资料库应用更较快，今年打算讲要甲350万名已经往生的民众，现在在进行看病记录另外做一个资料库，互外界申请通好做研究使用。所以人认为讲安尼做是无重视人权，也违反着研究的伦理。敢若需要摕健保卡，就当去厝里附近的医疗医所挂号看病，毋那就医真方便嘛真俗。健保开办25年以来，有大量民众就医的资料。若是即马为着扩大健保资料库的应用，健保署按算甲即马350万的死者资料另外成立资料库，而且甲身份起识别化，开放外界申请研究。毋过煞引起争议，认为讲无重视人权甲研究伦理。我们现在想要把这个已经收集好的资料去做2次利用，因为原始的同意其实没有，所以不管他是自然人或非自然人，还是会有一些基本上我们所谓的这个司法性基础可能不够完备的地方。学者表示，虽然死者不是自然人，无受到雇主法的保障，不过呼吁未来应该设专法来保障死者的资料。而且根据健保署的统计，到去年11月底为止，健保大数据的门诊资料有487亿条，大院资料有47亿条，药局的资料有73亿条，经验报告嘛有35亿条，医疗影像是有21亿张。去年6月份，企办4项合作，推动 AI 人工智慧应用，已经有6间病院、5间学校、7个产业来申请使用。对国内的一些生技的话，产业它本身怎么可以利用我们台湾的一些资料，能够做更好的一个突破？当然这里面很多东西都需要我们所谓的人体试验委员会通过核定。完全符合医学伦理的时候呢，我们再把这资料释出。健保署强调，讲死者的健保资料敢是要开放，7月早起会召开专家会议，邀请法律、资通讯、甲公共卫生等等的专家学者来讨论个人资料保护等等的配套措施，希望会当研究更较妥当的做法。目前无开始的时间表。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1998年，由公家团体协助之下，有一个艺人甲越南阿福带回到台湾，接受面部重建手术，也成做台湾迄当时看海医疗援助的头一个。阿福的故事带动台湾人民，也超过着2000万的捐款。这20年来，有3000多名的越南身心障碍囡仔，因为阿福的这个案件抵引着因。不过，伫咧车日也传出着阿福已经过身的消息。看到熟悉朋友越南阿福杜德言笑甲真欢喜，受到越战美军化学武器的影响，一个出事都有真严重的面部变形。1998年，伫公益团体协助下，予艺人单属咧破掉来台湾进行面部手术，创下台湾当时看海医疗援助的头一个。但是阿福伫初日暗时传出过身的消息，享年22岁。那个时候到了他以后，真的就把他当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小孩，尤其他的妈妈，我也把她当做自己的姐妹。那他任务结束了，应该也就可以到天堂去做他的快乐小天使。做台湾联络人的医师袁立德表示，当时敢若一个单纯的想法，就是救人，所以用4个月才总算促成阿福的这桩看海手术。他等于是我去越南把他带回来台湾，然后接受治疗。但是之后我们每次去越南出差，几乎每次吧，都会到他家里去看他，所以从小看他，等于是从小看他长大的。自细汉看大汉的袁立德医师，听到阿福过身去，话语中难免艰苦。但属咧也讲，原本打算疫情过了后再去看伊，无想到无机会啊。另外，当年阿福的新闻也感动真侪民众，所以也有超过2000万的爱心捐款。现在为止，大业已经执行20多年了。那受惠的孩子呢，累积下来也有快要3000个孩子。那我觉得这个都要非常的感谢台湾人的爱心。除了阿福一家伙仔生活得到改善，这个善款20多年来也帮助超过3000外个囡仔。若是志诚基金会执行长是讲，阿福虽然比以前的身世，也叫醒台湾人的爱心，无国界的爱，互越南更较侪甲阿福同款的囡仔，会当过去读册，帮助伊做医疗手术，改变生活。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坐车纳钱的方式是愈来愈多元咯，公路总局也开始要试办公车甲客运使用 QR code 行动支付，会经全台湾5条无共性质的路线来试营运。这是手机 QR code 感应支付车主，公路总局即日起伫全台5条路线试办行动支付。试办路线北中南拢有，包括市区公车、国道客运，就此观察无共路线民众的使用状况。业者表示，目前观察大部分的民众坐车拢是使用电子票证，未来无现金化，必然是趋势。使用电子票证的旅客多吗？还不少了，对，将近7到8成有了。当然是用 QR code 的话，对民众来讲会更便利，因为现在大家都离不开手机了。感应装置加上后台系统，一台车大约要开4万的建立经费。为了推广行动支付，公路总局补助业者49%，希望未来行动支付为轨道系统扩展到公车客运，除了便民，也会当进行跨领域串联加数据应用。另外，对国际新冠肺炎疫情继续摊烧，影响相关产业，交通部证实，最近将高雄行政院提出92亿的纾困计划。现在交通部会诊提出的是92亿的一个需求。那当然，行政院它会通盘的考量，纾困补助的对象主要还是以机场相关业者为主。交通部表示，虽然边境无解封，也毋过航空业甲机场相关产业，由于有租金等固定成本需要继续支付，也需要政府的帮助，是这一波纾困计划主要对象。另外，观光旅游业，交通部是会甲劳动部跨部会协调，以辅导转型甲进修的方式来帮助业者。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今年元旦有一阵寒流，造成屏东早暗温度差真济，地区枣仔会变较甜。目前枣仔也当咧采收，去年的绩效是崩盘，今年的好品质，希望会当甲绩效全部变倒转来。树仔顶的蜜枣拢已经大粒，嘛差不多要熟啊。对于12月底开始，屏东高树的蜜枣就已经开始采收。看到果子园满满的蜜枣，农民讲，加在元旦寒流来的时阵无落雨，温差真大，颠倒互枣仔生甲愈甜愈好食。因为咱像即马日头介炎，
但是暗时的时阵会冷，伊温差就差不多伫迄个8、9度。但是安尼做爱迄个甜度伊累积会起来，伊不管啥物品种，伊的食落拢介好。屏东做啊山区差不多800公顷，今年佮加一种早生的品种，对1个月到3月底拢有做啊通食。即马农民嘛已经开始包装出货。去年因为旧历过年提早，造成农民抢收，做啊拍卖价销帮盘到1公斤30块。今年的价销，农民拢有信心。所以有无共品种，有无共的挂果期。无共的挂果期，拢是伊正开，拢是伊钓时好食的时阵，所以我感觉今年的做啊品质会好，消费者会介意。今年的因为温差有够，所以做啊品质拢袂歹，只要咱家己农民只要莫抢收，顺啊慢，应该价销会较平稳啦。郭浩明讲，今年因为无风台，做啊的产量应该嘛袂歹。不过，听讲这礼拜阁有寒流要来，农民嘛是烦恼。拢表示一定爱准备落架肥，也是伫叶啊喷营养剂，莫互做啊受到寒害。记者陈嘉文来为做屏东报道。靠天食饭的农民面对极端变化的气候，也着爱做改变。台湾头一间温室电视中心，初5早起伫家己新港举办挂牌仪式，有想要搭温室的农民会当先来到这了解相关的知识。温室电视中心一开放，起因为足民众参观，内底有小解搭温室的各种材料，阁有缩小的模型。有想要搭温室的农民，会使先来了解家己适合的需求。以这个示范中心对我来讲是有需要的，是有需要这个部分提供阮一寡必要的设备，阮需要啥物件，直接先做一个模拟以后，再去现场做。针对你的作物啦哈，包含着他现在把这个智慧啦，还有这个 AI 呢，都可以融入到让农民哈，在选择要种植的这个环境哈，可以更完备，而且随时可以掌控。天气的影响，再加上生产环境的改变，有愈来愈多农民选择温室种植的方式。温室电视中心的成立，会用伫技术甲设备方面，替农民解决搭温室的问题。伊将所有的款式的温室拢一中一只吼，会使咱一摆来到这个所在的时阵，就会使发现咱需要的。在这边去一一的去，包括用 AR、VR 的实景，都可以看得出我们实际在展示中心，在温室的里面的时候是怎么去进行，包括这个材怎么搭建呐，这个温室中心这个温室适合种什么东西，都可以在这边一览无遗。农会总干事表示，农民要投入温室种植的时阵，一开始因为唔知影相关的知识，所以嘛影响到转型的意愿。即马透过电视中心的成立，带来创新科技，希望会当改变家己关一寡传统农业的生产环境。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讲到插鱼宝的过鸟用来指挥金钩母，所内面的必当秋拢是氧气类的食物。这款种类的食物伫台湾的生存受到真大威胁，有的是强要断种啊。清代有一位教授或者李家维，伊就特别伫校园内面打造一个氧气类食物的教学基地，特殊的品种已经有60多种啊。台湾桂类植物的种类真丰富，上无有800多款，为了保育这的贵客。清华大学教授特别对屏东送来60多种的桂类到新竹，其中以台湾原生种为主，佮用玻璃甲围起来，一方面会使保护，一方面也通互人挖近欣赏。希望让大家知道，植物不是只有彩色艳丽花朵的那些类群，这些不开花的，在生态系里头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要照顾这的桂类，伊改为用喷水雾的方式。或者的植物会当长时间保湿，佮利用电火照，暗时园区内底看起来真特别。比如在我眼前的，这是乌来凤尾蕨，全世界只长在台湾，也只分布在很少数的地区，每个族群都不超过50个个体。在百蕨园里头，我们放进了15个乌来凤尾蕨的小苗，将来成长以后。这里可以变成一个很重要的生育地。除了一般看得到的桂类，现场有真罕见的乌来凤尾桂，对啊天线桂。教授讲要甲这拍做成生态保育教学研究基地，也希望是校园内底上水的所在。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伫咧云林古坑的麻园村有一个在地民众，为着要互搬来遮住的外地人了解在地人情世事，伊用杂志方式互新厝边了解在地文化甲特色。
这本杂志看起来内容趣味，排版清楚，袂输外头得买的杂志。原来这本《大话志》所写的是国片万园川砖头内底的生活故事。乡亲看到家己甲厝边隔壁拢当做真侪采访主角，拢感觉真心塞。看完心里的感觉，我觉得很亲切啦，因为邻居呢看到邻居就会打招呼啊，上你好啊，好谁好。可是他的家庭背景，你其实很难去说坐下来聊那么深。这本杂志呢，都是我们在生活周遭的点点滴滴，或者说我们生活上平凡的人。为了让新搬来外地人认捌在地，杂志的创办人林胜义向文化部申请经费，特别创办《大话志》小街地方，希望促进甲在地乡亲的交流。去年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发现其实有很多的人，他跟原本的居民就是大家的文化、大家的风俗习惯完全的不一样。对，那也有很多的不熟悉的地方。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刊物，让大家可以间接的去认识、深刻的认识另外一个人，那可以去了解他的一些想法跟理念。林胜义规划未来大话志会当结合地方特产，配送到乡亲厝里，也是街线顶出刊，加入乡亲投稿，希望让更较侪人看见万园川的地方故事。记者综合报道。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难者陈武定，初五伫228国家纪念馆发表新册《仇》，内面有收伊最近5、6档的艺术创作，拢是甲较早以前白色恐怖有关系，用无声的话记录时代悲剧。这图片我看50几组了，就看袂落啊，因为足残酷的。甲过去看到白色恐怖庆杀时的图片，改用油画来呈现。要安怎去标示？我也无爱用红色。用灰去标示，所以我用这个失去生命黑色甲白色来表现这个题材。黑色、白色嘛那亲像咧讲黑白无分，本身就是白色恐怖受难者的陈武定发表几套的新册《仇》，内面收集6本无同的主题，无论是画出犯人，看到鸟仔感受失去自由的心情，还是用判决书结合人形的雕刻，拢咧反映迄个时代台湾人的悲情。以用迄个很轻的这个纸，来呈现迄个生命跟罪行的重。其实迄个意境是非常令人冲击这摆的册收录陈武定自2019年到18年的艺术创作，伊嘛以家己尊敬的前辈李万忠做素材，手中抱的囡仔就代表台湾。伊讲会继续创作，做应该爱做的代志。视觉意象会当互下一代人、互未来的人有一个真简单。切入一个切入点，伊会当对遮搁深入去了解。记者林雅文、李旭凯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14度到17度。中部地区对14度到23度。南部地区对15度到25度，东部地区对15度到22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8度到18度，还有未来3港的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嘉豪，马仔同日时间咱再会。